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2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第29章13节到16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传统。传统是什么？有那么重要吗？虽然传统是人的作为，但却影响了人，这其实是非常大的。在使徒行传15章的记载，保罗他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之后，他回到安提阿来报告、分享宣教的结果，但却遇到犹太人的极力反对。那个原因是他们要求外邦基督徒必须先接受代表犹太教礼仪的割礼，这样之后他们才能够得到救恩。简单的说，他们的意思是要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必须要先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也就是说要先成为选民，才能得到上帝的救恩。这样的思维并不是圣经救恩的原则，而是文化传统高过于真理。换句话说，这样的敬拜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敬拜，而好像是文化传统胜过了救恩，高过了救恩。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这样说道：主说，这人民认为他们在敬拜我呢，他们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的宗教仅是人间的一些规条传统，熟读背诵而已。因此我要在出其不意地打击他们，使他们震惊。他们当中聪明的人的聪明将毫无价值，精明的人的精明将毫无用处。高举文化传统的人们通常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不但自以为重要，更自认为可以代表上帝，但事实上却不明白上帝的救恩。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说，上帝那么的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要使他们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这样的救恩是犹太教徒以及那些只重视传统文化的人，他们所不能明白的。因为保罗他也这样的说道：如果你口里宣认耶稣是主，心里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会得救。因为我们心里这样信，就得以成为义人，口里这样宣认，就会得救。这是罗马书第10章第9节到第10节的记载。这2处的经文的意思是说，上帝的救恩是要赐给凡是愿意相信、乐意接纳的人。这2处提到的救恩得救的经文，完全没有提到割礼文化，也没有提到传统。
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这样提到的犹太人祖先的传统。法利赛人和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些经学教师一起来见耶稣。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就是没有像法利赛人那样的先洗手。原来法利赛人和一般犹太人都居守祖先的传统，若不照规定先洗手就不吃饭。从街上买来的东西若不先洗过也不吃。他们还居守许多其他传统的规律，好比怎么样洗杯子、洗锅子、洗铜器和床铺等等。因此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从不遵守我们祖先的传统，竟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一般假冒伪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对的。他说，上帝这样说，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竟把人的规律当作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都是徒然。耶稣说，你们居守人的传统，而放弃了上帝的命令。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反省的一件事情。因为传统不仅仅是指着一些文化习俗，凡是如果讲说我们以前都这样做啦，或是我们就是比较保守嘛，还是我们就不改变比较好啦，或是只有坚持说某种语言才可以用来敬拜上帝啊等等的这些造成教会宣教的阻碍，高举自我，违背上帝旨意的传统，都是。因为我们知道，只要高举自己的想法，阻止了人得救，就是得罪了上帝。耶稣基督曾经对法利赛人这样说，你们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当着人家的面把天国的门关起来，自己不进去，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进去。有些古卷这样说，你们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你们占寡妇的便宜，吞没他们的家产，却在人的面前表演长篇的祷告，所以你们一定会受更严厉的惩罚。以赛亚先知他也是这么说的，那些向上主隐藏计谋的人要遭殃了。他们在暗中策划，以为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晓得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颠倒是非，到底窑匠重要呢，或是窑器重要呢？人们所造的东西怎么能对人说你并没有造我，或说你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基督徒要能够努力的脱离文化的束缚，远离传统的捆绑，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基督徒更不可以把自己制造的传统以及文化的紧箍咒用来限制别人。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
要赞美上主、敬畏上主的人多么的有福啊！喜欢遵行上主诫命的人多么的有福啊！义人的后裔一定能够蒙福，他的子孙在地上总会强盛，他的家族富裕繁荣，他的义行存到永远。有光在黑暗中照耀着正直人，照耀着慈爱、怜悯、公义的人。慷慨好施的人有福了，他以诚实经营业务。义人永不失败，他永远不被忘记。他不因坏消息惊惶，他的心坚定，一心信靠上主。他不忧不惊，他确信会看见仇敌的衰败。他慷慨周济穷苦人，他的仁义永存，他将强盛，受人敬重。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不要让我们受限于传统文化以及人类的自我规范，帮助我们活出上帝的形象。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